在西边記62第2節樣講到，單前懇前上帝，即刻得到天的心；單前懇前上帝，即刻得到平安嘅心。因為基督係即刻嘅得救，即刻得救係長期嘅來嘅。接下來62第3節樣講到，基督係即刻嘅憑殺，即刻嘅得救。即刻嘅想法係從時間仰望上帝、懇前上帝，佢即刻嘅憑殺，從啲殺苦用人蜂擁到大嘅大嘅未走呀！耶穌基督即刻憑殺，即刻聽到滿嘅。嘛，今日嘅聖經講，單向懇前上帝，即刻得到平安，得到天嘅心。接下即刻嘅腳步唔係交通，信心唔係交通，心中唔係交通，但係呢，即刻看到呢憑殺都係耶穌基督，仰望佢即刻得到滿嘅上帝，得到滿嘅信心，得到滿嘅心，係耶穌基督即刻感恩禱告啊！阿門。